奋起来，兴奋起来！啊，好快乐啊！这个前奏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又起鸡皮疙瘩了。我也是了。好兴奋！李敏出现了。哦，好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哇，好赞好赞！辛苦了，有梦有梦。罢了四夷先发，四夷即将走隋唐。皆是与子与道万相依，来同阳，四同相亲情意呀，一道zam去当中怀自堂，我父亲带领儿郎。好的呀！大姑爷不愧是尚书公子，孝心不假。弟弟，母亲。
是亲生心的不讲理呀！有啊！先上这里公山，坐里衙门，城中听了一声报应难自称，弟弟是亲家门子同参与，出山留影凭自心。其实我真的很紧张，我看他这样子。母亲生天下风光，幸福好，一样天年菩萨生亲家教子有方，不愧是相公。哎呀，这两对小夫妻呀，真讨人喜欢。母亲，眼中的花园，素净馥郁，她也漂亮，不知道母家来是好。啊，到家来。哎，张勋是个张正，林家到我家来呀嘛。你们多有孝心，等我发了以后，这少年，你们是到法庭用茶去。老爷，母亲，你真喜欢我了，你要不到我家来啊，女儿不理。真是把你宠坏了。哎呀，老爷呀！这女儿好孝心，更难得多女婿是儿亲。当今花开与无多，恭喜是你女三岁为是个女儿你好，不是三姑爷三小姐万事如愿，带来什么手礼？一上口书。这个领养的野丫头，家养穷书生，累了天明涯，星好像很发来做成夫人，积累代收，可为之令。吩咐他们进来。是。三姑爷三小姐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拿花要来。臣妻娘子去。有茶在这上，手续大令，摆坐谁呢？是女儿，起来，怕了。谢有母亲。三小姐，彩玉。哎，你们两人从哪里而来？这一下，家境可好啊？有福有
意思，大家这个地方太小了，我拍的都是回声。可怜你们夫妻空腹而已，为人用餐喽，不愿生了。彩玉，夫人，你为他们到死亡去饭去。啊，夫人，这可就要开宴了，让上小姐、三姑爷一道去吧。多罪。好吧，娘子娘好才好办，红配。是。三姑爷、三小姐，谁么来？你为何不上他们一同去？哎呀，算了，他们上不了配合，人呀，仿佛最有开眼。是，最有开眼。壮观，壮观，壮观！可惜了，看不到表情。哎，这个下联是不是谁啊？我以为陈奎林。哎，我的耳朵痛死，这里不能过家。对呀、哇，好好看这个镜头。三小姐、三姑爷，请用茶。谢谢彩玉。啊，大姐夫，你听我去看。好，你可不要去醉了，去啊！一样女婿，两样款待。三小姐，为求你们俩不要这样生彩玉。这样子啊？我尽量拍的是上半身，下半身关注的少。
彩笔，来，你看这书本长城，洛阳开元永生不弃，为言不见其乐。你冷嘴嘴的，我可听不懂。彩笔，来。此生生人之子，名叫一位，做的可房子，用的破烂子，经常饿肚子，可他有所可图，照样十分的快乐。我这里有你彩笔照顾，身故也为茶杯这场生意已经做好了，彩云，你来看。也不错。这是我替母亲剥削的花样。哎呀，真好看。画质高啊！我快来！哎呀，我看一下，快来！我不认识，反正不是陈慧琳。什么事？去看看这个穷姑爷是什么样子？哎呀，这个嘘。哎呦，一山郎儿面往起身，不言不想相推推。啊！你们无视些什么？无视什么？你管不着。你们把三姑爷当做什么样生款待的？姑爷我见得懂啦。哎，陈兰，你的姑爷是什么人啊？我的姑爷堂堂上是公子，常远宗祠。我的姑爷介绍宰相圣旨，行在才子。我的姑爷有宰相圣旨，江南名士。我的姑爷扬州神父，有才有势，家门看热闹，但小撇茶烧，山中海味嘛吃不了，拿去喂狗喂猫。啊！喂猫！可不想拿起虚华正律一包唱。我们三姑爷言文好，骨气好，心肠好，四类一作，必中长远。他中长远，你我俩我上眼睛。你管当督，那谁当督？你快从这教化长远，其他中小路不好啦！你当谁呢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你在干啥？哎呀，不要吵了！
去里面数，里面一亩
一夫妻庭，是话不讲道理。谁讲理？谁讲理？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催他呀？门那么扁大，我们进去。去嘛！你们一生烛光放弃，经不着这王族，就算此去，何必进来呀？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哎呀，真的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见母亲去！哎呦，哎呦！对，我是曹伯娘去。哎，夫人，哎，夫人，夫人。女儿拜见母亲。你随同后啊？这是替弟弟母亲播种的水哈，也表称心。哎呀，母亲，这种袜子在我们扬州府中，这配给下本人穿哟。拿下去试一门功夫。是母亲。三成，当年你父亲穷如落魄，好以水泪付走，你怎问得罪为他，忘不当面赔礼？母亲，弟女草莽生事，乃是儿子无端。母亲问我催孕便知。哎呀，母亲，这分明是爷爷偏心错怪。小婿告辞，言其动向，与我作之。先生，你会因我错怪？女儿没有，你会因我偏心？女儿不过。上头赔礼，两位不孝，许下对人负重。哟啊！我父亲一片诚心中，去不知为何自登台堂。好似父儿夫妻他贫苦惨，贫不相开龙常为年，常称他做阿爷一儿也，尽孝礼。开笔不落他们结果有福。
坏蛋。手拍拍。大姐拥有了她第一句台词。这个为看不明清晰点呀，所以。这什么扇子啊？这是？它图案看不清。我们还是会暖心去吧。三姑爷，三小姐。鸡皮疙瘩，鸡皮疙瘩。啊！
们。
孙子夏。杨继康前将听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谕，杨继成不告聂松丞相，裁他一天，本当举奉前旨。聂杨继康凭此忠而谨慎，从狂发恶，继承去下诏为民草谋家产，错杀进度。好凶啊！父神，父神。老爷，
你才艺，承蒙水灵十岁，死心老爷爷们才与你到朝的生死相随。
此继父母也不是为谁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儿小姐想要两位老人家，可得哪里得的？哎呀，真是不好！弟弟母亲
你还想起从小就是叶为儿哭，叶为儿笑的。夫人，我可还想起为大小姐来了，我去见大小姐来，再做生意。彩云，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的姐姐，常常夫人聪明于你打我一巴掌，我生气特生。今天你东墙失势了，这一巴掌我要打完。雅丽，你为什么不滚？彩云。老爷，彩云爱当是心，只怕你们在这里死不得了。我去请二小姐，我去请大小姐，决定她回去。太少了吧？看来彩云也知有理。儿啊，为夫服从尽了，梦里无话听是也派别为夫赴夜去。哎呀，弟弟，不巧了，真是不巧。你女先生今日请了杨追人的府上举步，在红花厅请客喝酒礼。那也无妨，不在无话厅可以另外是也。是呀，上啊，自己的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错啊。哎呀，对，母亲说的对，自己的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杨丽，快请老爷夫人到此房去办。是。两位老人家，我来了，到此房去吃饭吧。女孩这样小心，我但要尝尝这个味道了。我个女儿为什么偏偏要我独担？二妹，弟弟母亲你到此房去办去呀。怎么到此房去办？
好凶，好凶啊！
回去吧，姐我
谢禅啊，这是。这人好像是谢禅。是吗？谁的亲家乱逃而来？本王快去请亲家公此来，好备多远去。老爷，那工作上好远的呀，夫人呐，你可自闭门家中走，我动天上来。想几口你不祥之人，岂可轻易在府中亲家上门发祥之人，而他否当所称府门。老爷，弄此番孤独山，可非所行者，何以见得良心的路？不要个臣子，夫人你，哎呀，老爷呀，老爷身患风中疾，怎啊亲家不祥？
好重，300两还是500两？300两还是100两？龟龟的梦也来了。
没开麦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啊？姑娘醒醒，姑娘醒醒。二弟，快去拿我姜汤来！哎，老爷姑娘，福在姑娘，翠玉，翠玉，翠玉，老爷夫人在哪里？在这王庙里。翠玉，嫂嫂。二弟，你去他前好好照顾他，为嫂区区血泪。哎。嫂嫂，嫂嫂，他怎么去了？这叫我怎么办？姑娘，你何讲他？姑娘，请何讲他？姑娘，请何讲他？姑娘，醒醒！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噔噔噔。姑娘。
哎，他的门腰穗没有剪。我们到哪里去看看？哦，夫人，小心了。
哪里去了？才能学这么讲，他你想，请弟弟母亲进去自省。母亲。阿爸又要来了。君为父死。
口是心非，只也不是之人。来，我就把你身在中之人为养团。如果这样子，你非要夫妻到老，这就应立刻与我跑天母亲，请让我听小心，听信奉命。你家有福啊！将军我等恨谁把心头
问今世，谁是你的娘子？娘子，至今夜宿上的我三个字，应许我是杨生的女婿。今日一来与娘子抛弃重要，二来摆着让我落山他人。啊！渣男。有没有不在上小婿公子千秋大力传媒？怎么吵起来了？娘子，今每一句句就是被人发财好好四个回回，今日才登榜谢罪。谁是你？花言巧语，他去。娘子，谁是你的娘子？三姑爷三小姐到。也得是。哎，我的天呐，他们每个人都有措辞，今天晚上。我说每个人都有措辞，今天晚上。太久不演了，估计。漂亮。有人提词是不是？所谓心灵难容。来人呐！将这个无尽妇女上里挂刺之毒滚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是。滚了出去。大家都拿起了手机。哎呀呀！是我好不惭愧了啊！哎呀，请大母，我个老头子嘛，4万年配为8岁，今朝啊，是我妈妈一来，赔礼，哎呀，道歉哦！老许当年畏惧艰难，仍当
做什么？我要换了他一双眼睛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妾身自死。哎呀，母亲，请你死你，奉错有妹夫，我要换了他一双眼睛。你带回刀子插到谁看？不，我们是向岳母大人摆设来的，谁是你的岳母？母亲，谁是你的母亲？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。谁是你的父亲？你给我走！我女儿半岁了，为什么偏偏受罪呢？你们不是我女儿，我死也不罪，我死也不罪。死不了，媳妇也心孝敬为夫。也得心生来了，夸夸有情。他大姐在笑，大姐笑得很开心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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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金色桑桑桑最大，欢喜的呀，真意。春上新永安有我在常场，想去哪里做爱情？一心女儿说的起来了，血有用。儿啊！
可能只给那个重要角色花吧。就是只有你看，只有杨家的女儿女婿有花，那个亲家的是没有。好，干，1楼可以晶晶扔花了。好，是不是要讲谈话什么的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我爱你？不是啊，啥？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其他几个四五姑爷跟那个老爷都没有花？因为首先四五姑爷可能戏份比较少一点吧。你总不能花也不给吧？不知道他们主办方没安排吧？要么。这样子搞的。叫响一点，叫响一点，你要叫就叫。拿个大喇叭，那个1块钱的喊一下。他们应该不再谢幕了吧？就已经是合影阶段了。我亮起来。好！哎，我操，我有。LED 灯牌的好吗？哎呀，那个晶晶跟菲姐的分关勾住了。哇，扔花了。哇，力大无穷，菲姐力大无穷。哇，阿花好温柔啊，真的。哇，阮建荣。人到这里了。神经病！你突然抛那个叫什么？投石机啊，投到2楼来。被娘娘用她那个吊带扔上来的。再来一次啊！他们都散了，不来了。